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吟圣诗130首。耶稣尊名，入我耳空。耶稣尊名入我耳空，那甲河海的声，俄勒伊名关注听堂，好天甲地拢听，耶稣。下前途，世间真主不要金君，拢总不及耶稣，伊名亲像水花激芳，脚底也加芳味。心所望，来求耶稣救地，我心体谅耶稣的恩，这恩若有一半，回归世间苦痛忧闷，福气互人满满，情乎耶稣情我一世，到尾不敢放煞，虽然着死也无看伊，到死互我过活。以西结书的第26章到28章是咧讲到吹罗，就是太尼有关的语言。当咱对26章看到太尼受毁灭，是接伫耶路撒冷后面，然后是尼布甲尼撒王来毁灭，然后当太尼毁灭的时，遮的海岛沿海君王拢会着惊，甚至为太尼来做哀歌。今日咱要继续来看27章，也是有关太尼的哀歌。第1集到11集是讲太尼亲像一只真水的大船，是咧做生理的船。然后12集到25集讲到太尼的贸易，遮的网络，互伊会当成做世界商业的中心。第20集到30集是讲到太尼因拄着的灾难，也亲像一只商船伫海顶拄着海难，共款沉落海底。咱来看今日27章的经节。第1集，上主对我讲：恁主啊，你着为太尼唱哀歌，你着对伫海口甲伫真侪沿海的岛屿做贸易的太尼讲：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，太尼啊，你捌夸口，家己是十全十美的城市。你靠顶的边界到海的中心，你受起造亲像一只完美的大船。咱昨有介绍太尼的这个地点，甲地理的条件非常的好。直到连巴比伦王要来攻打包围13年，拢无伊法度。但是亚历山大希腊帝国，因煞用7个月就来甲伊取落来。总是因所挖开，就是因的这个条件，亲像海顶的一只完美的大船。第5集，这只船因用黑文山的橡树做船帮，用黎巴嫩的百香树做船桅，用巴山的橡树做桨，用塞浦路斯的黄杨木橡叶做船帮，因用埃及绣花的柚麻布做帆，人对远远就看袂到。因用伊丽莎烟花运来的纳什紫色的布料做布边，为你高船的是西顿人甲阿法人，
为你画弹的是泰尼本地的歌手，修理船的是加北的老练的师傅，大海来往的船只甲船员，拢来你遮做生理。互咱看见即个以西结虽然是伫巴比伦遥远的所在，但是上帝会启示，甲遮个泰尼安怎样来兴起，甲因安怎来做生理，写了真清楚。因即个船所起起来用的料，拢是高级的原料，甚至拢是一只起了真水，用迄当时。会当讲世界上好的遮的原料来起的一只上界水的船啊，甚至第8集、第9集，伫即个船仔顶伫走船的人，嘛是对遮周围老练本地的歌手、老练的师傅，遮船只甲船员，拢是通过海上，互因当招兵买马，会当讲泰尼会当集结迄当时。迄个时代上介好的人力甲物资啊，来做即个海上的珍珠啊，做即个贸易的。第10集，你请波斯人、鲁迪亚人甲布人来你的军队做战士，因甲盾牌甲头盔挂伫你的营房，加添你的威风，对阿法请来的战士为你守卫城墙。你的城楼嘛有加马治人伫固守，因甲盾牌挂伫你的壁顶，互你搁较壮观。他死人因为你的物件真多，就来交关，用银、铁、石甲盐交换你的商品。希腊人、土巴人、以色人甲你做生理，用奴隶甲铜器交换你的器物。托加马人用马、战马甲鹿交换你的器物，地蛋人甲你做生理，真侪海岛的住民嘛是你的顾客，因用象牙、乌檀木甲你交换器物。阿兰人因为你的物件真侪，就来交关，用绿宝石、紫色布、绣花布、幼麻布、珊瑚甲红宝石交换你的商品。上帝真正看了清清楚楚，甲遮个泰尼的人，因安怎用即只亲像海顶的船，安尼甲沿海、甲其他遥远的国家交换物件，买卖遮个商品，然后因得到啥物，摕到啥物，卖出去啥物，交换啥物，伫遮拢记载了真清楚，甚至来当通过即张即张地图，知影讲。因上界远的去到伫西班牙的塔斯，上界南去到伫阿拉伯半岛的南边示巴，上界北去到伫即个两河流域的即个米色国家去哩，上界东是来到伫即个陀加嘛，到伫波斯干尼亚述等等遮的东西南北走透透，因会当无惊人遮的抢劫。嘛无遮的土匪，因为因有请波斯罗德仆人，伫因的军营中间，做因的保镖，做因的卫兵，所以因毋惊遮买卖钱去互抢去。所以泰尼伫历史上，因做即个生理呢，有超过500年的时间，会安尼对拄拄开始，到愈做愈大，公司一间一间开，船一只一只起，然后才生理一件一件接袂了，真正足发展的，嘛足发达的，嘛趁真侪，趁大钱。但是上帝，对安尼，这毋是上帝心意，上帝心意，咱昨有讲，泰尼因为因踢笑耶路撒冷，甲伊讲啊哈哈哈。耶路撒冷去互门已经破坏啊，所以即马伊比袂过咱啊，所以因甲耶路撒冷是变做比较竞争的关系，才会互上帝伫以西结书的26章、27章、28章来点名做记号啊。但是咱嘛因为安尼，才有即个机会将2000几年前，即个泰尼伊遮的一切遮荣华，甲遮的富贵，咱才有机会来看见。17集，犹太人、以色列人拢甲你做生理，用美丽的
饼、蜜、橄榄油、乳香、交换你的细米，因为你的物件真多。大马士革用血本的酒甲白油门，甲你交易，因乌煞的酒、精炼的铁、桂皮、芳的菖蒲，甲你交换细米。李旦南用厝尾碗的摊仔，厝尾碗的摊仔交换你的细米。阿拉伯甲基达所谓领袖，因羊羔、绵羊港、山羊港交换你的细米。士巴甲拉玛的生理人用高级的香料、珠宝、黄金交换你的商品。赫兰、甘尼、伊甸、士巴的生理人、阿述、基莫拢来甲你做生理。因将上等的衣服、绣花的紫色布、彩色的地毯、颜色啊绑甲真好势，带来市场甲你买卖。虽然头个这张图看到推罗就是泰尔，因伫即个地中海的东岸的所在，但是变做是一个世界买卖的一个焦点。对塔斯有送这文体，这写甲言，也是对土巴有这送来这人才，也是铜。对美食来这人才老练的师傅甲铜器，土加马送马甲驴，然后对罗底有这个象牙甲乌单木。阿兰有这日个宝石紫色的这绣的布，甲幼麻布珊瑚红宝石。对以色列有这麦仔饼、笔油、橄榄油、乳香，也是对大马色的酒甲羊门。对基达内羊羔、甘绵羊甲山羊羔，也是对地蛋也是对拉玛送来这香料、宝石、黄金甲铜啊。等等这一切，互咱看见这推罗就是泰尼人真正因真敖因的这个反应真好，语言嘛爱真好爱甲人知影安怎交换物件做买卖真正是发大财、赚大钱。25节，他死的军队甲你运送细米，你亲像海里的大船，堆满细米，食水真深，高船的甲你高到外海，东风伫海中甲你扇破，船破沉落去的时，你的财宝商品细米，甲船员，甲换弹的，甲修理船的，甲负责买卖的。船顶的军人甲所有人拢沉落海底，船沉落海的时，船员喊救命的声，附近沿海的人拢着惊。这段就咧开始讲起着这个泰尼受毁灭、败坏，甚至这只真水的大船要开始沉落去的时阵，亲像这个铁达尼号共款的这个情景，这个情形真正互人着惊，因为因想讲这抓出去要搁开始做生意，要搁赚大钱，要搁摸这经文财宝回来。但是无想到东风甲因的船扇破，这个东风嘛当讲对东边来的这个巴比伦，甚至250年以后的这个亚历山大希腊人的军队，只有用7个月，就把他们的天然险药安尼甲伊强占攻下来。29节，高船的船员甲换弹的拢要落船上岸，因为你出声大哭。头壳散花土粉，伫火湖中高来高去，因为着你剃光头、穿满衫，伤心哀哭，痛苦告急。因为着你啼哭哀伤的时，为你唱哀歌，有倒一撮声，亲像太热，沉落海底无声无息。讲起着这个泰尼毁灭的时阵，真正连声音讯全无啊，乌有去，拢无去啊。33，你伫海里送货，互列国充足，你的财富甲商品真多，互世间的君王好野。你伫大海互影弄破，所有货物甲船员拢沉落去海深的所在。海岛的居民拢因为你的结局着惊，因的君王嘛拢惊吓恐雄，
面带优良，列国的心理人，甲你害头踢笑，你永远消失。这款的结局，互人着惊。所以这首哀歌讲起着泰尼，伊安尼遮尔啊水，遮尔好势，但是到落尾，啥物拢空空，拢沉入去这个深海海底的中间啊。今日这段圣经的根据，我选第27章的第4节。你靠垫你的边界到海的中心，你受起做亲像一只完美的大船，伫和合本兄，你的疆界在海的中心，照你的，使你全然美丽。好，这集全然美丽嘛是伫雅歌好第4章第7节，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上帝看太你，是遮尔啊水，但是因的心变质，因无去看上帝，叫这经文财宝堆满因的心，所以因甲耶路撒冷甲上帝子民甲犹大的比较的竞争。伫到耶路撒冷受刑罚的时阵，因无想到讲因嘛爱受刑罚，所以伊是接伫耶路撒冷的尻川尾，然后叫巴比伦来修理13年。过250年以后，是互这个希腊帝国来修理来攻打。所以今日这段圣经，互我的感受就是太นิ่，伊会当看到世间一切荣华富贵，世界走透透，通过木业，通过买卖，赚得全世界。但是因若无起做伫上帝主权顶悬，搁较侪荣华富贵，嘛会成做空空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全然美丽变成全然虚空。所以咱就爱将咱的一心拢爱起做伫上帝主权，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基石的顶悬。今仔日是10月初5，伫164年，马雅各医生甲杜家德牧师、吴水文，阁有2个信徒，头一届来到伫高雄打狗，因来敲吹有法度伫台湾宣告的可能性啊。所以这是伫160年前，马雅各登岸前的10月5号，伊就头一摆，先来勘察，所以佮登去厦门，准备到伫1865年的5月28号，才正式的登岸了，然后开始这个台湾160年宣告的历史。1921年，美国职棒大联盟头一个用电视转播来看这个比赛，所以到大已经104档的时间，咱当看电视，即摆毋是只有电视，对网络、对手机，咱当看到比赛，真正是无远弗届。1951年，中华民国放弃对日本战争的索赔，因为迄当时，国民党政府为着要抵抗共产党来反攻大陆，所以伊无时间去甲日本来争取，伊要来全心来反攻啊！这是1951年10月5号是国际教师节，嘛是10月第一个礼拜天是世界圣餐主日，是咱长老教会双年事工纪念主日。咱今日伫教会要来特别是为着文字传道奉献主日，要来关心甲奉献。所以有郑婴儿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，要来请安甲报告。今日嘛有这个华山区的退休会，是2天1夜，求上帝来看顾。今日的祈祷，咱要继续看传道书第7章12节讲，智慧人因为智慧为智印人，经文嘛为智印人。毋过只有智慧为保全有智慧的人的性命，这就是有知识的好处。所以咱智慧会当救咱的性命，经文会当救人的性命。但是，咱的性命当得到保全，是因为咱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就是对敬畏耶和华所得到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就是对上帝来的救恩甲拯救。咱若无这个敬畏耶和华的心，所有一切智慧也好，经文嘛好，拢是空虚，拢是掠风，拢是掠影，拢会变做是空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主上帝，感谢你。互阮今日看到真精彩的以西结书的27章，来看到2000几年前，遮的地中海做生理人因所过的遮的生活甲日子，伊会当趁着全世界，但是若失去性命，遮的经文财宝拢袂当换因的时
因的命会一刻久。主啊，求你也提醒阮，伫今仔日，阮咧追求世间的成功，追求世间的金钱，也是咧追求阮过搁较舒适的日子的时，阮就爱轻调主。有主，你诚做阮的基石，阮也要来大声求你的国甲你的义，就这物件就拢要煞互阮，互阮也无为着明仔来烦恼看论，爱来超找上帝国的公义之爱甲怜悯。愿主帮助阮，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圣诗230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。愿上主祝福你、保护你，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、施恩互你，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